为了加强控制食品重金属污染的风险，小数预告要来针对阿婴仔甲幼囡仔的食品，还有巧克力，其中盐甲镉的含量来进行较严格的规定。预计明年7月就开始实施哦。若是违法，就依照食安法，上最是罚300万。无共款部位的动物包袋挂伫个菜市的打柜，khiến不少消费者来买。为加强控制食品当中重金属污染的风险，卫福部小署有告修正食品重金属含量标准，其中大家正爱食的包袋类重金属盐含量加减下修，尤其是大家常常食的猪包袋，为0.5 ppm 下修到0.15 ppm， 禽类是为0.5 ppm 调降到0.1 ppm。坚果甲巧克力这品项是第一摆纳入重金属镉。其中巧克力是根据总可可固形物的比例来设定无同款的镉含量标准。由于重金属的污染大多来自原料端，不是在业者加工过程中所遭受污染，所以我们要呼吁所有的业者应落实源头管理。另外，现在也针对高敏感族群幼婴的食品甲饮品，爱全面明定重金属盐甲镉的含量规定，甲过去以总含量来设定重金属标准不同，希望达到更加全面的保护。铅中毒的话会影响到全身器官，包括肾脏疾病，包括心血管疾病，有一张贫血。对小朋友就担心它会增加过动儿，还有注意不集中的风险。小署表示，草案为即马开始提供60天的有效期来收集各界意见。新制按算明年7月初开始正式实施，到时阵市面产品若违规，经过限期改正、依原复检无合格，应照食安法，相关罚30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